自2026年1月29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庇护城启示录，圣经咱做来听读《申命记》第19章1节到21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《申命记》第19章。上主恁的上帝消灭遐个国，将因的地赏赐恁，互恁徛起伫因的城甲因的厝以后，恁着将上主恁的上帝赏赐恁做产业的地分做3区，每一区设一个城，搁开路通到遐，互杀死人的拢通走去遐。若人无意中杀死甲伊过去无冤仇的人，伊通走去避难城保全性命。譬如讲，人甲伊的厝边去树林错茶，手举斧头一个错，斧头把落去，伤着厝边煞死去，这人着走去任何一座避难城，通保全性命。才免因为路真远，报冤仇的心火倒，入着迄个杀人的人，甲伊杀死。其实伊毋应该死，因为伊甲迄个受误杀的人无冤仇。所以我命令恁，着设立3座避难城。上主恁的上帝若照伊对恁的列祖所立誓，互恁的土地扩展，将应允要赏赐恁列祖的全地互恁。恁若遵行我今仔日所命令恁一切的诫命，听上主恁的上帝，常常行伊的道路，这3座城以外，着搁设立3座城，才免无辜的人的血流伫上主恁的上帝赏赐恁做产业的地，直到恁着承担无辜的人受杀死的罪。若人怨恨厝边，埋伏攻击伊，甲伊杀死，后来走去避难城，迄人本城的长老着派人对遐甲伊掠出来，交互报冤仇的人甲伊处死。恁毋通可怜伊，着对以色列中拄起杀害无辜的人的罪，互恁事事顺利。伫上主恁的上帝赏赐恁做产业的土地，恁毋通移山厝边的界址，迄个是以前的人所定的。若人做甚物毋对，犯甚物罪，毋通简单听一个人的证词，着有2个也是3个证人，才通甲伊定罪。若人恶意做伪证，控告某人背叛上主，这2个人着去上主所竞选敬拜伊的所在，徛伫值班的祭司甲审判官的面前。审判官着详细查问，若发现证人做伪证，要害伊的同胞，恁着照伊想要对付伊的同胞安尼甲伊处罚。安尼，恁就对恁中间除去即款邪恶的事。其他的人听着就会惊，无人敢搁做即款可恶的事。恁毋通可怜伊，着用命赔命，目睭赔目睭，喙齿赔喙齿，手赔手，骹赔骹。庇护城启示录，申命记13章到19章记载，摩西传达上帝爱以色列人遵守的各种条例，互所有百姓会当安居乐业。上帝上时阵也带领边缘人，甚至是有特殊状况的人，亲像过失杀人者，关系避难城
出埃及记21章13节，民数记35章第60到33节，申命记第4章41节到43节，19章第1节到13节，以及约书亚记20章第1节到第9节，拢有讲到。可见设立避难城是一件重要的事。今仔日的经文指出，以色列人必须伫迦南地设立6座避难城，3座伫约旦河西边，3座伫约旦河东边。设立避难城的目的是予过失杀人者有一个安心的庇护所，避免遭受被害者亲人的追杀。这6座避难城分别是约旦河东边的戈兰、拉末、比色，甲约旦河西边的基底斯、示剑、希伯伦，平均分散在约旦河两岸的北中南地区，予做不治已死的人拢会当得到恩典，有机会存活落来。申命记19章第4节到第6节，举例说明每一间误杀人的情况，予做不治已死、情有可原的人有机会活落来。上帝出自人民，爱以色列人设立3座避难城，搁因为疼上主的缘故，遵照伊的教示，搁再加设3座避难城的设立，除了予过失杀人者有机会存活，通展开新生活之外，也予人谨慎注意，毋通流无辜的人的血。15节到21节讲到有关证人的条例，指出毋通做伪证陷害另外一个人。若有人故意做伪证，流无辜人的血，这人就要接受应得的惩罚，予其他的人毋敢搁再做这种歹代。使徒保罗甲咱讲，人人拢犯罪，亏欠上帝的荣耀，罪的工价是死。基督徒知罪、认罪、悔罪，互咱踮主耶稣基督内面得到赦罪的救恩，不致踮罪中灭亡。有真侪解经家认为，旧约的避难城有表耶稣基督的救恩。虽然伫旧约中无完全落实避难城的功能，但是伫新约中已经照着基督彰显，予属上帝的儿女无搁再活踮罪中。伫今仔日网络社群媒体发达的世代，咱也爱省思，是毋是伫社群媒体顶面为着听一时之快，留下毫无证据的伪证、诽谤，还是批评？今仔日的网络媒体往往害人毋免用刀，只用不实的言语和扭曲的批评，就通互人的信心深受折磨，造谣中伤人的人，却想用一句“人毋是我杀的”来表示清白。安尼甘对？箴言第6章10到19节讲到，有6项是上主所怨恨，连伊的心所厌恶的有7项，就是骄傲的目睭、讲白贼的嘴、杀无辜的人的手、计谋歹代的心、奔走歹路的骹、讲白贼做伪证、伫兄弟中使人冤家。咱着掠这个做鉴戒。默想，我是毋是爱传话，讲人的是非八卦，直到互上帝厌恶？我是毋是爱传话，讲人的是非八卦，直到互上帝厌恶？祈祷，天父上帝，感谢你的恩惠慈爱，
互我伫无意中犯错诶时，得到属灵诶避难城保护。求你互我会当谨慎伫讲话甲行做，免得伤及无辜，亵渎你诶名，奉主耶稣诶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